香港导演彭浩翔拍新片《恭喜八婆》集结志明春娇系列以及低俗喜剧等班底回锅，还有不少大咖加持，包括梁咏琪、杨千嬅。另外，新生代性感女神陈静也尽情展现好身材。电影《恭喜八婆》，张总请坐。喝什么？白咖啡，奶要低脂的，你记得提醒我拿。什么奶？我那瓶人奶啊，死定了！误拿母奶泡咖啡，办公室小职员怕工作不保，急忙向群组的8位闺蜜求救，要在下班前找瓶母奶来顶替。电影《恭喜八婆》，如果你不帮她，今天天黑前她就死定了。今天6点前，一定要替她找瓶人奶顶包。昔日闺蜜彼此闹不和，因为母奶危机重新聚首，也打开心结解开误会。导演彭浩翔的《恭喜八婆》预告曝光演员阵容，包括志明春娇系列以及低俗喜剧的老班底。导演彭浩翔，我们从一开始决定了说，我们要在3星期里面把整个电影拍完，所以这3星期里面，谁有空我们就来。你一赶的时候，你希望找一些你比较能相信的演员，你找已经有合作过的演员，低俗喜剧啊，香港仔啊，志明春娇戏里面合作过的演员。客串卡斯比吸睛，包括饰演女魔头的梁洛施，以及谢霆锋的老爸谢贤。另外还有 Gigi 梁咏琪再度换上警察制服。恭喜八婆幕后花絮，我还没问你多少位，那多少位？8位啊！港星梁咏琪，我这部戏做最多的就是吵架，因为八婆最常跟人家吵架。导演彭浩翔、梁咏琪拍过一部贺岁片，叫做《利姑利姑新年财》，我好喜欢他做警察的角色，所以我觉得不如这次恭喜八婆，他也是演警察吧。电影《利姑利姑新年财》，我哪里不好啊？牌品不好。我不打牌了，牌品不好，就是人品不好。其实梁咏琪过去也曾抛开偶像包袱，大荧幕前不计形象，不管扮丑还是耍傲娇，演活角色百态。电影《利姑利姑新年财》，我为2捅。婆婆又不对了，你这是在盯我，不是，我是为你耍什么花样？婆婆，你不要叫我婆婆，想做我们家的媳妇，你想得美啊！哼！电影《百变金刚》，你根本不帅，什么？你根本不帅。电影《绝世好兵》，总之你是错的，我才对。100块转1个圈，梁咏琪从牙套妹、任性富家女，到这回演到八婆。导演彭浩翔更把握机会自肥，客串演 Gigi 的男友，自诩金城武。港星陈静 vs 导演彭浩翔，原来不是我本来是想找金城武的，但是写完后已经快要拍了，过几天就拍了，就发现没时间去找金城武，只好找一个跟金城武长得比较像的人。环顾4周之后，就发现自己比较像，就可以看着镜子。街坊邻居都说你们在拍《心动2》，对，我们拍的时候，旁边的人经过都说是不是在拍《心动2》啊？梁咏琪保养的还蛮好，但是金城武就好像胖了一点。不光是梁咏琪力挺新片，还有春娇杨千嬅也来客串拍了一场戏。电影《恭喜八婆》
点餐说英文吧，说英文啊，我叫你说英文啊。导演彭浩翔、杨千嬅他前面有工作，他只能在我们最后一天的最后一场戏才能够演彭浩翔的电影，内在性格都存在喜剧细胞。像杨千嬅最经典的就是《志明春娇》系列，更早之前也曾跟吴彦祖、梁朝伟等男神合作，不避讳当女丑。电影《行运超人》，不过今天还有第二个彩位，就是郑东。我要是你，我就不站那了。为什么师父电影《新扎师妹》，警方想派你做一项特别任务，讨他欢心，喜欢他，用眼电他，你为什么问那么多？两位重量级女星，喜剧细胞超丰富，拍起彭浩翔电影自然得心应手。至于另一个亮点，则是性感女神陈静，让观众眼睛大吃冰淇淋。幕后花絮，恭喜八婆，1、2、3，可以吗？没问题，来吧。好，可以。第一次拍喜剧，身兼动作戏份，陈静挑战吊钢丝，不过她不怕受伤，只怕走光。港星陈静 vs 导演彭浩翔，我一个镜头如果不小心穿帮的话，那就会影响到又要再来。他不是担心受伤，他是担心会不会走光。受伤我不担心，很安全的，我就说你不用担心啊。要是真的走光，我会打几个马赛克，所以没事啊。我就无言啊。电影低俗喜剧，我们是3级片来的，可说是床战连场，你记得我吗？爆炸糖啊！说起陈静，就是2012年低俗喜剧的爆炸糖，傲人身材加上高颜值，不只被观众注意到，还入围金马奖，最后在金像奖抱回女配角。第32届香港电影金像奖颁奖人梁咏琪，最佳女配角陈静，低俗喜剧集结性感女星，还有超强卡司加持，无厘头搞笑耍宝，将彭氏幽默发挥到极限，彻底戳中观众笑穴。